慶祝特區成立13週年體藝匯演門票今朝9點正式發售，大批市民通宵到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排隊買飛。有學生就不滿大會冇安排市民到體育館入邊避雨，而超過1萬張門票喺開售3個鐘之後，大概到中午12點全部賣晒。排頭位嘅一班學生喺星期六朝早9點鐘已經到場外面排隊，但因為頭上面嘅簷篷漏水，地面上又有積水，連坐嘅地方都冇，仲要自己買垃圾袋嚟防雨添。啱先落咗好大雨啦，你見到我哋都做晒嗰啲即係防雨嘅措施，但係都冇乜用啊嘛。咁我哋係想嗰個主管放我哋入去裏邊有瓦遮頭嘅地方。呢個其實6、7個鐘嘅我都會等，但係我真係覺得我下年唔會嚟咯。人龍足足圍繞1/3個運動場，大部分都係後生仔。到咗朝早8點幾，距離正式售票仲有半個鐘頭，龍尾已經去到氹仔官也街。由夜晚到朝早，雨勢時大時細。有市民話雖然落住雨，但為咗可以喺1年1度嘅體藝匯演一睹中意偶像嘅風采，心情依然興奮。開心。你好中意佢㗎？係啊，聽到佢嚟超開心。頭100個買飛嘅市民呢，就可以攞到陳奕迅嘅親筆簽名 CD 1張。排得比較接近龍尾嘅市民話有信心可以買到門票。擔心，因為啱啱啲工作人員話呢度都會買到㗎嘛。門票數量超過1萬張，定價係200蚊澳門幣。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嘅人可以用50蚊嚟買飛，每人每次只限買4張，售完即止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文報道。